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彰化有3个车地仔行伫过路线顶悬，煞互车弄着，2个囡仔重伤，搁咧治疗。现场的过路线有真侪欠点。台中有一个家长校囡仔唱互同学霸凌，去学校协调，煞转倒卡窗仔，搁互警察抄着刀仔移送法办。台南江水浜芳澳炮起锅，领空去到台湾，台北透早干那14度3，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伊个礼拜透早上寒，干那12度。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彰化新港有3个读国小车地仔，昨暗头仔行伫过路线顶悬，煞后一台修旅车弄着。一个小弟身躯挫伤，人平安。不过伊的2个阿姊是当场未喘气、无心跳，即阵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安那公路局今仔日有去现场会勘，发现这个过路线为错角，路口嘛有真侪欠点，会招专家开会来改善。 3个车底下过车路的时阵，行伫尾条线。这个时阵，轿车稍微后壁甲对弄甲真大力，好弄到的这囡仔喷一个真悬落来。救护人员到现场，2个查某囡仔已经倒伫车路，现场如苍苍。 救护车赶紧把3个车底下送医，不过11岁到9岁的姐姐目无喘气、心跳，8岁的弟弟是真侪所在愈受伤。日暗时差不多6点，彰化新港乡建国路甲美港公路3段路口，这3个车底下过车路的时阵，票轿车弄甲喷真悬，2个姐妹仔目前困迷指数3，还未脱离险境，也搁伫儿童加护病房救治。 不只有气胸，还有这个颅内出血，还有身体多处骨折。这3个车底下是单亲家庭大汉，平常时拢阿伯斗3共接送上下课。不过日因为阿伯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囡仔家己转厝，煞拄到车祸。是用跑的，我跟另一个姐姐是用跑的，那个姐姐拉着我们2个跑。 警方初步了解，肇事驾驶是73岁姓肖的查甫人，手册达0，不过伊无照驾驶。迄个时阵，伊是沿新港乡建国路北往南的方向直行，车顶无超速，不过伊无考照记录，长期无照开车，肇事车辆嘛毋是伊的。去年捌伫彰化发生车祸，嘛互人开过无照驾驶的罚单。 开车行经路口虽然是绿灯但是还是要减速慢行，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行人在经过路口还是要慢看停当地民众表示，这个路口尾条线无救卡退后，嘛无人行道甲行人庇护岛设施，所以常常发生车祸。公路局彰化干务单会勘了表示，会邀集专家研究加强道路安全。若是肇事原因，警方爱搁进一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彰化新港车地仔3个人行伫过路线，煞互弄甲重伤。因为路口无过路人的庇护岛，也无扩大人行道的范围，低速驾驶的视线受影响。那事实上，交通部去年有经1000个路口要来改善，不过彰化这届车祸地点是无伫名单内底。 市顶道机车要倒驶，对面有一批直行的汽机车，只有暂时停伫路中等。这是分林县虎尾镇林心路一段直行路口，是交通部点选出来开造成事故优先改善的路口之一。当地服务传统的菜市啊，虎尾科大校区真侪买菜甲学生的骑车，若车速伤紧，才会发生意外。压线转弯呢？压线转弯的状况，大概频率大概多高？ 因为撞了蛮多次的。骑摩托车太快，都是摩托车去给到的，摩托车居多了。
交通部伫去年照地方政府甲行政单位事故数字资料，检选出全台1000处优先改善路口，提拨中央来改善，就已经核定799处。不过，这摆伫中华新港乡发生3个囡仔碰撞到意外的路口，无伫优先的名单内底。看这事故地点，因为路线关系，行人从弯道是较车行的。行人零死亡推动联名认为，省道交界所在车速紧，确实无设置庇护岛，互过路人较有时间行过。加上行人从弯线无画较出来，开车人较无法度看到人经过。行川线上它是没有做庇护岛，也没有做行川线的外推。那希望可以去增加，就是做行川线庇护岛，让行人可以在过马路的时间减半。台17线跟61线，它就是个斜交的路口，所以当初为了缩小我们的路口，所以是按照现有的路况来划设。今天晚上呢，我们就邀集地方公所啦，那路灯照明的部分呢，看看有没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因应这事故，交通部讲，这群的专案来到现场会勘，检视行人穿越线的长度，也有是毋是有相对应该较久的停等的秒数，结果来检讨安怎改善这路口相关的设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过路人的权益。伫新竹市公务国中，拢总有1300学生，不过学校门口的公福路，这来去真侪车，煞无人行道，学生啊拢行踮车路顶悬，实在真危险。若相关的单位来会勘过几若届，嘛拢无改善。最近交通局表示，会先评估为人行道，再来研究其他办法。新竹市公务国中门口就是我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公福路，当年拢无学生的通行空间，用路人行在车辆来来去去的大路顶，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光武国中的孩子是要走在车道上，以车争道。好，那我们想要借由的方式，就是由车道缩减的方式，然后让空间重新的配置。校长讲，上下课时间，学生拢行在车路顶头，互人真袂收心，应该赶紧想办法解决。暴露在这个直接道路上面的一个风险，就相对的变得高很多，这样子。这是目前在光武国中放学的时候，孩子的实际在通行上面的一个问题。学校的小孩每天上学所走的这个道路，那由于有这个店家的关系，然后有停车的需求，那人行道一直迟以来画不出来。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新竹市政府可以来想办法，来想出可以兼顾的需求。议员嘛讲，过去办过袂少届的会勘，不过拢无结果，要求市府交通专案小组应该提出实际改善计划。学童或是行人走到这个道路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短期之内会来演绎评估，就是说有没有空间可以划设标线型的行道。那我们也会在近期最快一致的交通改善小组提进去跟委员我们讨论。交通处表示，后续找专家学者讨论，短期内先做标线型的人行道，再搁进一步来研究解决办法，让学生有一个上下课安全的行路空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前一阵仔台糖的冷冻假心肉，互台中市府抽验到3肉种，这代志是吵甲热噗噗。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去立法院报告，强调这是单一检体事件，已经请卫福部甲农业部调查。另外，陈建仁也讲到台中市府验到3肉种，煞无先通知台糖，互因申请复验，就直接发布新闻稿，根本就无按照标准的定数行。之前，台中市府抽验大肠的假心肉肉片检出西布特罗事件，引发议论。行政院长陈建仁23早起到立法院进行实案的报告，会前接受访问表示，县政府推实案5款有真大进步，请民众放心。在2016蔡政府开始执政以后呢，我们就推动了这个食安5防的相当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呢，使得很多系统性的食安个案呢，都变成了个案型的这一个食安问题哈。陈建仁讲，验出西布特罗属有单一检体事件，国内猪肉供应链无风险，已经请卫福部甲农业部进行行政调查。民进党立委建议应该甲司法的调查做伙来进行，涉案议题真需要注意，要立委提出质疑。肉片有溯源机制，也毋过北内这方面确实无，恐惊真侪涉案问题空芳。你们除了做行政调查之外，有没有做司法的调查？好，我们是没有进入司法的调查，这一个检验出来的浓度呢是相对的低了。那么低的浓度呢，有另外一种，除了刚才讲到的污染可能性之外，还有一种是检验本身的不准度了。肉片有溯源机制，但是
内脏没有。肝脏、肾脏跟肌肉是不一样的，肝脏是允许有4倍高。委员的建议很好啦，内脏是比较高的。未来今天换成未来内脏也要做水溶性的来测多巴胺。对。对国民党立委廖伟雄，我礼拜逼问3马前，立委中央甲验出西部特罗本队拢杀予台中市府，但建林真罕呢，想起来回击。第一次检出来，如果有问题，应该要给台糖15天的生父检验的期间，没有做，然后他就直接发布消息。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的错啊！你讲的治安是科学，这就是科学，你讲的是政治哦。卫福部长苏水元因为老听答询声音扫声，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来给关心。这本席善意提醒一下卫福部薛部长，你今天不是藐视国会啊，是你讲话国会听不见了，你要不要喝一口热茶？我们都能理解，好不好？立法院很有人情味的。对于3马前的风波，国民党立委认为，中央应该开全国10案的会议来定出标准，外在范围内底爱重新来检验。但今年也答应10案检验无合格通报标准，会伫2个月内重新来订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举办第11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大会，下党派拢总有73个立委参加，而且是头一届采用拿力双会长的制度。前副总统萧美琴嘛来到现场，伊讲真欢喜看到台湾无分党派做伙争取美国的支持。台美友谊，加油！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73位朝野立法委员，大家正罕的做伙来参加第11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大会。韩国瑜用卡数强大来形容，也讲伫前一天接待美国众议员的时阵，讲了真欢喜。将来碰到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一定要欢迎他们来立法院吃饭，跟外交部吃饭是黑白的，跟立法院吃饭是彩色。然后结论我讲了一句话：现在的战争对坦克最有效武器是无人机，对漂亮女孩是追求，对国会议员最热情的接待永远是国会议员，他们好高兴。我们在立法院对美外交也是一样，秉持着不分党派，大家共同合作，一起来投入未来在任何推动外交的过程当中美琴永远都是大家最好的伙伴。捌做过第9届会长的萧美琴也回来外头厝，伊讲真欢喜看到台湾国会对美国外交无分党派，共同争取美国跨党派支持台湾。不过真特别的是，这回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第一遍采用拿力双会长制，同时也邀请副院长江启臣担任应务会长。根据了解，这是因为两个党同时伫咧筹备，差一点闹双包，经过协调了，才正确成做一个。邀请一个懂外交的副院长来担任台美的荣誉会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当的哈。协调过程定有哈，倒不是谁跟谁抢主导权。每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希望在台美关系上面关心出力，我觉得这是好的哈。蓝绿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协会来说，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典范。AIT 也希望有一个单一的对口单位，我想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状况之下，双主席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可以 work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另外，咱驻美国代表吴大雷也甲 AIT 执行理事那兴共同签署台美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和台美一个健康、资通讯、农业、能源等领域，会让有更加多合作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地的基泰建案，去年害2栋人家厝放起，明大宫附近阁有169户厝受损断。三大工会鉴定的结果，爱赔1600外万，不过到大拢无摕到钱。市长周万安强调讲是已经列管啊，基泰定着爱负责任。若基泰建设嘛讲，已经有具体方案。伊个3月就会开放予住户申请赔偿。地板一直渗水出来，不时也有太露落来。去年9月，台北基泰大地崩塌的事件，造成周边住户厝拢受到损害。民意代表讲，169户受灾户连损赔偿金额是1600外万，到即阵也未互人直接欠过年。我们紧邻他们呢。9号岛，我们是11号，也没有关心，也没有赔偿，也没有问候，都没有，完全没有。墙壁的剥落，然后瓷砖的碎裂，整个邻里都有反映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当然是会担心。地基其实是整个连在一起的，延续下来，后面这边都还是会有影响。先前也有晚上地震过，大家都跑出来啊。事后真无奈讲，也是烦恼讲地基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一直无法度等到赔偿。有民众伫过年了后写批向市府来申请，希望得到协助。警告有事后一支市府无作为，其他建设也拢无得关心。对于其他大值，它所造成民众受损的部分，一定要负起最大责任。我们已经针对相关受损状况，依照审定规则进行列管，要求基泰必须要依照鉴定报告进行赔偿。我们经有和市府讨论后，那目前已经有具体的共识及方案。关于这个赔偿金的发放时间啊、方式、地点啊，将在近日内与市府讨论定案后，会立即通知零损户，预计3月份可以申请。监管处就已经照林损的规则来列管，同时发公文请其他建设依照林损鉴定报告内容，向各受损户进行赔偿，也是修复的代志。蒋万安也讲，若住户对着赔偿金额无满意，会照1点2倍提欠到法院，后续继续来追踪。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台中有一个家长因为国校的校生若像互同学霸凌，这个家长去学校协调，不过煞是转倒佮踢堂啊。学校报警察甲人带走，嘛敲到这个家长有扎刀啊，甲山球的球锤来学校。即摆是依照恐吓，佮有妨害自由罪移送法办。小学警卫室边仔的空地，30几岁查甫人躯伫涂骹，头前的长布包有装无开封的武士刀含高尔夫的球池，伊是一个不满因囝疑似互同学用讲话凌迟的爸爸。接获辖区某国小报案，称有家长持刀械入校园，民警立即到场查处。现场第一时间有看到的，只是说有一个布包着一个长棍，那没有不晓得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在校园里面是没有发现有这个武器的。学校讲，警方调查了后，才知影伊的脚板有藏这物件，但若进前唔知影谁来报警察，因为协调说明拢还未开始。这个爸爸情绪就真激动，一直瞪刀啊，含窗仔门，一直骂，互参加会议的人是真惊吓。嘛，因为伫要下课啊，就用广播通知各班，较紧甲教室的门窗拢关好吧。依照我们正常的程序，就是关闭门窗，然后把窗帘拉起来，避免外面有外人入侵，影响我们学生的安全。学校讲，结果是做伙来的亲属和其他的家长在参详，两边拢理解讲是误会，互相会失礼。但这个冲动的老爸是防以恐吓和妨害自由法办。整个中小学校长协会是肯定这个学校的应变，但是家长入来学校查的物件，目前确实是无会当安检的场所和相关流程。民众或者是住校的家长呢，携带有违禁品或者是有安全之余的一些物品的话，那如何来做有效的一个察觉跟检查，应该还要安全检查的一个参考。中心部讲，外人要入来学校，拢爱伫警卫室登记，而且讲原因。但是入来学校了后，若有突发的状况，加计只会当靠学务人员来处理。那教育部真正会当增加校安人员，对学校就会当有更较侪支持和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体育大学甲舞蹈系上课教室做互抢伤，所以新学期开始爱去旧教室上课。学生讲旧教室的空间无符合需求，有安全记录。因批评学校为着钱牺牲学生的权益。学生即马是放调要休学，目前已经有80个人写单啊。安那学校表示会慢车招标，先甲学生来沟通。教室外口规定人伫争论准备上课的台体大舞蹈系师生，全部拢互挡伫外口，因为教室无法度使用，互学生囡仔真不满，甲学校一直伫议论。不能锁门，不进去。来，老师好，可以放，这样好。对，进去。原来台湾体育大学这两间伫学生运动实习中心大楼的舞蹈教室，为新学期开始，学校方面的育成中心按算收回，要招标出去，无要阁提供舞蹈系做教室。该体育馆的105、106两间旧教室来使用，引起学生的不满。但我们学生也会担心说，就是现在那教室虽然已经铺地板，可是都还没有去检验，也不知道有没有安全。如果主任有再次要求我们休学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拿出来休学单这样，因为我们已经填好了。
学生讲，旧教室伫地下室真暗阁室，而且边仔都是球场甲车路，上课定定会受影响。空间甲规划嘛拢无下大动作的舞蹈需求，可能造成安全的疑虑。除了23组织伫个开标室前大声抗议，要80个学生囡仔填休学单，表达抗议的立场。那今天是资格审查，不是因为要赚钱所以让他们离开，是这栋楼本来就是要做产学合作。学校表示，当初运动实习中心的规划都是要产业合作，强调体育馆的2间教室拢是符合相关的标准。除了请教育部组成第三方的公证小组，确认教室是不是符合规格，也同意接办 M1、M2 2间教室的招标。教育部表示会赶紧办理，也要求学校加强甲学生囡仔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咸水的放蜂仔炮今仔日起过。今年的炮声有400座，明仔载元宵暝，其中4座主炮声会伫咸水国中放200万支蜂仔炮。另外，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元宵暝会放烟火，游客是拢真期待。咸水母庙头前吊车甲一挂炮仔吊起来点火岛，实在真闹热。现场有真侪游客是全副武装，准备来买炮。地方大部分都说，就是被风炮炸过之后，可能运气会比较好啊，然后官地也会保佑这样，所以今天想说来体验看看。23、24这2天，台南咸水蜂仔炮23透早正式起过，新桥嘛开始照景，代表国际出名的民俗活动，台南咸水蜂仔炮正式起过。今年的炮声有400座，代表台南400年意思。上大的重点是20元宵暝，4座炮声会伫咸水国中的运动场放蜂仔炮，一个会放200万支，要让民众体验刺激的蜂仔炮。不过嘛，要提起乡亲就要做好防护。今年的盐水风炮，这个炮程有达到400座啊，就是因为台南400，所以说每一座炮程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啊，经过这个认证之后才能够释放。每年第一个我们首重安全，呼吁大家做好本身的防护，那能够做好自己的照顾，然后呢这个热闹有余，安全也要顾到。因为元宵暝游客搁较多，警方伫20时下晡3点开始，针对入去咸水市区的路口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台南元宵节活动另外一个重点是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会公开元宵暝高空烟火动画，配合放蜂仔炮、抢春牛的活动，到时应该是闹彩彩。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头一个民间企业研发的月球探测器。伫台湾时间23载起顺利去到月球，这是美国让52年来搁再去到月球，嘛是头一台民间的飞行器上月球。虽然是民间的企业，不过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有资源，这探测的成果嘛会放入去 NASA 计划内底。成功登陆月球的信号传来，任务中心内底外口传出热烈的炮声，一直真支援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随大家祝福。Today is a day that shows 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NASA's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 involved in this great and daring quest at Intuitive Machines, SpaceX, and right here at NASA. 虽然对15成功到进入月球的轨道一路真顺利，不过就伫个登陆月球进前主要关键时刻，任务中心发现奥德修斯的雷射仪器故障，无法正确测量离月球表面的悬度，有时赶紧甲探测器顶面用 NASA 研发的导航仪器转接过来，要也才安全来度过这难关。伫 NASA 传领之下，多国政府的太空研究机构合作进行阿提米斯登月计划。不过 NASA 另外启动民营企业登月服务计划 CLPS， 纳入更加多像是迪加机器公司这款的新创企业，因若探测结果也会放入去阿提米斯整体计划中。Odysseus is going to teach us a lot about the moon, about technologies for landing on the moon, and then for surviving on the lunar environment, especially as we look to build a more permanent base on the moon through the Artemis program that NASA is leading. So it'll be a really important next step in establishing more of a longer-term presence on the moon and testing new technologies for landing on the moon.
下家指出，奥德修斯降落地点即进入地球的暗时，下摆照到日头是10几天了的代志，所以讲就算有太阳能板也无作用。原来伊身上的电池用支持的任务期限大概是1礼拜时间。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伫监狱内底过身，到达超过1礼拜。罗西亚即阵总算是答应让纳瓦尼的老母来认尸。不过，这安讨的时间甲地点，拢爱听政府安排。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有接见纳瓦尼的母囝，拜登讲，佮要甲罗西亚提出500项制裁。后生唔知影什么原因，伫北极老凤地家族忽然间死亡了的第6天，纳瓦尼的妈妈刘德米拉总算获准下当去太平间来认尸，而且当场签死亡证明。伫医疗文件顶悬，官方予伊的死亡原因是自然死亡。刘德米拉要求当局要依法甲因囝的遗体还予伊，但是说防威胁讲必须要秘密落葬，而且时间、地点落葬的方式拢要听官方的安排。Следователь Воропаев открыто мне сказал, время работает не на вас. Труп разлагается. Я не хочу особых условий. Я лишь хочу, чтобы вс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по закону. Я требую отдать мне тело сына немедленно.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日伫旧金山接见纳瓦尼的母尤利亚，含因查某囝达莎，对纳瓦尼伫罗西亚对抗贪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勇气表示敬佩，而且预告会对罗西亚进行更较侪制裁，范围会超过500项。和纳瓦尼结婚20多天，有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尤利亚，长久以来是一直避免去做任何公开的政治角色。2021年，伊接受罗西亚版本的《哈佛时尚》杂志访问的时阵，我讲家己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好家庭和囡仔。个性真趣味的纳瓦尼，较早伫法庭应讯，搁要公开对因某比一个爱心。Убив Алексея, Путин убил половину меня, половину моего сердца и половину моей души. Но у меня осталась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и она подсказывает мне, что я не имею права сдаваться. 和这个国家政治受难者的家属同款，尤利亚嘛继承因翁的位置。伫即马罗西亚上黑暗、上不安的时阵，甲领导罗西亚反对阵营的这个大任务，规个打起来。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韩国医生抗议医学院扩大招生，发动罢工，即阵已经是第3天啊。目前有超过9000个医生死头路。在韩国前3大病院的急诊拢进入红色警戒，当地政府态度是真硬，要求医生爱回去上班。不过医生协会支持罢工，佮讲要投票，看敢要互会员拢加入罢工行动。病人家己塞轮椅经过病院大厅，34岁金先生因为发生意外，脚摔断去，本来要紧急开刀，不过即马煞因为南韩的医生罢工，和首尔3间病院拒绝。 이제 아무래도 의사가 환자를 돌보는 게 직업이잖아. 뭐 그 사람들의 원칙도 있고 뭐 환자들도 있고 하니까 환자라는 게 뭐 매일 생기잖아. 어쨌든 치료를 해야 되고 근데 뭐 파업을 한다는 건 좀 아닌 것 같아. 南韩医生大罢工正入第3天，官方的统计资料，全国100间大型病院已经有要加9300位实习加住院医生提出辞呈，占初级医生总人数超过70%，罢工的住院医生超过8000人。南韩前3大病院急诊科进入红色的警戒，成为无存几个。南韩政府立场正强，对医生下复工的命令。 那拒绝登去工作的住院医生，除了有吊扣执照的行政处分，也无排除向检方告发。 우리나라의 의료 현실을 생각할 때 의료계와 합의되지 않았다는 이유만으로는 더 이상 의료 개혁을 지체할 수 없습니다. 준비하라! 几落百位首尔医学会医生伫咧总统府头前示威，大声喊着废除威胁人民健康的政策，加停止顶下医生的口号。大韩医生协会是听医生的行动，公众的投票确定所有的会员是不是赞成采取集体行动。 70%가 넘는 전공의들은 사직을 해서 근무지를 이탈해 있는 상황입니다. 호소 강력하게 드립니다. 대통령, 정부는 우리 의료계의 과도한 의대 정원 문제에 대해서 원점에서 재논의해 주시기를 바라겠습니다. 南韩政府为了要应应未来人口老化的需求，决定增加65派的医学院招生名额，每年增加差不多2000人，引起医界不满。政府甲医生拢买让步。
愈来愈多病人的手术被迫延期或者是取消。伫咧这场医生甲政府的紧张对立中，病人是受到上大的伤害。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中国快艇爬过界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中国政工红十字会拢总5个人，今仔日到金门和海巡署官员协商。不过会议的结果，双方是拢点无讲。中国迄边主要是针对无录影，佮有海巡署讲法提出质疑。另外，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互指控暗砍小 A 准小 A 事实。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绝对无暗砍，外界唔通放下放影。对，因为今天已经吵了一整天，应该有结果吧？面对媒体问协商的结果，海巡署副署长柯正之无愿意加讲，随坐车离开。就台湾这边的善意够吗？红看作是中国调查团政工红十字会秘书长周英山带4个红会顾问孙晓东、曾东航、黄天丁和委托书记洪水平23到金门和海巡会谈，但是对话内容和结论离开时阵专程拢无讲话。另外一寡死者的家属因为证件到期，下晡先坐小三通的船班登去泉州。我带这一团先逃离的。到底几个人回去啊？6个回去。中国快艇冰船案造成2死的意外，和2花紧张的局势欠悬。周永山一定人伫金门和海巡署副署长2摆关门协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有参加慰问死者的家属，伊讲中方的重点是伫咧无差值的影像和海巡的讲法前后无同。陆方一直觉得说，怎么会没有当初的这个影像，然后就会对海巡当初所说的，从开始说的这个蛇形翻覆到这个现在是可能是碰撞翻覆可能会陆方可能就会有疑虑。陈玉珍认为讲，互相认知无共，会当照法律的定数，透过第三方来勘验。另外，海巡无录影所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洪质疑讲暗砍弄到的事实，知影要求伊落台。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慢1片背影，8片背声。海委会的管主委或者是海巡署呢，也就在第一时点上就能够掌握到这个现象，而且呢，就继续采取相关的这个回应的这个办法那他们也一再的对社会有所说明并没有所谓的隐匿的这个状况。那至于事实的真相如何，金门地检署会用最快的速度来查明。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质疑讲，海巡的讲法和真相有出入，提出爆料者提供的报告，讲冰船的原因是中国船只的导后舷和咱的 CP 艇的正前舷去弄到，和海巡署讲中国船为了要避杂质，用正大的角度对正边及或者冰船讲法无同。海巡署嘛针对发布资料和防救起来的人讲的时间无同做出说明，因为救人上大声无详细查证的检讨，真正通报定数和落实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只家己打造畅水艦海鯤号当咧测试，而且重新造船的船坞目前停伫咧海冲厂的码头。有风声讲，刷落来海鯤号后礼拜就会调挂去船坞内底做浸海水测试。伊个4月港口的测试都拢会完成啊，刷落来就继续出海测试。敢会当赶伫5月20日赖清德就职进前交船，外界拢真期待。黄色的船身停伫高雄港，看起来真隐目。现场看台船人员在联络，这是中信造船上大的35000吨的浮动船坞，嘛是台湾目前上大的浮坞。谁那停伫海冲厂头前的码头，外界解读讲，第一只国造舰南海鯤号的建造有新进展。海鯤号正在进行撇港的测试，伫华顶一个验证各项系统，包括舰南压力壳敢有够密的测试，驱动摩打、燃机、副机和电力系统敢有符合规范，已经到完成的阶段，传出日前海鯤号就会来做入水的作业。如果大型的浮动船坞在台船的海舱的厂区出现，那是有可能海鯤号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海鯤潜舰可以从泊港测试进入到 SAT， 那代表的就是泊港测试的所有项目都达标。海鯤号透过浮动船坞帮助入水，舰南的外壳正式浸着海水，嘛代表撇港测试来到上尾。接落来，依次测试舰南家己发电充电的功能，和船南的测试。按照4月完成所有的撇港测试，接落来是海上测试。海鯤号会出海开始无同深度的潜航测试，满足水下作战的深度，还有航速转向动力，上尾才会发射超雷验证战斗系统。
包括它的最大航速、水面、水下的航速，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转向系统的这个能力，还有就是它前身等等这种动态的测试，这些就是所谓海测最重要的部分了。海军后必须要完成海测，才会当交予海军。敢会当赶伫520蔡总统接任进前完成交难，外界是真期待。不过海军定调讲，海测和交难拢无时间表，是以安全做第一考虑的部分，一步一步完成测试，并2025年来成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冷空气到台湾，今仔透早台北干那14度3，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气象署提醒，今仔日开始有2个大陆冷气团会连续到台湾。礼拜透早是上寒的时阵，北部会落到剩12度。大台北拜五早起降温感受明显，透早台北站测到14.3度，冷空气来。大陆冷气团登记，那未来一礼拜会有2波冷气团连续报道。23到25，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偏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参桃园以北地区有蓝山地渐雨。26起，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一直影响到27。25的晚上到26号，冷空气还会再补充下来，所以气温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地方的气温还会再更下降一些些。所以到了26号前后呢，北部、中部的低温可能会到11度到14度。气象署提醒，这一起连续2波大陆冷气团报道，期间回温无明显，感受拢偏凉。中南部是爱注意日暝温差大。礼拜3了后，随着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才会豆豆回升。也毋过透早各地气温依然偏冷。接落来3月初一起，阁要变天，阁伴随方面感受偏湿冷。3月初1、3月初2台中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的低阵雨。气象专家分析，综合各国预报资料显示。3月开始，北部的春雨偏多，那3月中旬全台天气犹原是偏凉感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元宵，有真侪人拢会出门看花灯。台北市卫生局为着要因应新冠甲流感疫情，都伫咧台北定制会场开疫苗注射站。拜5礼拜暗时6点到8点，民众拢会当去做疫苗。若最近流感直传，3月初5开始，除了还未满6个月婴仔。这所有的人都会当去做公费的流感疫苗。台北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出来，往红楼的方向看，就当看到台北灯节的主灯。24就是元宵节，民众会出门看花灯。台北灯节范围包括西门、中华路到北门。因应过年了后，COVID-19甲流感的疫情也悬，台北市卫生局也要伫灯区设疫苗注射站。民众为西门町的中华路一路看花灯到捷运北门站的3号出口，看到3号出口就通落楼注疫苗。台北捷运北门站的地下1楼3号出口，那我们在23号以及24号晚上6点到8点有设置疫苗接种站。那只要是12岁以上还没有施种这个新冠 XBB 莫德纳疫苗的，都可以来做接种。还没有打流感疫苗50岁以上，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完成疫苗接种。卫生局表示，过年了后拄到元宵灯会，学校开学这寡活动，COVID-19甲流感感染风险提悬，呼吁民众来做疫苗提升保护。另外，疾管署的规划，3月初5开始要放联公费流感疫苗对象。流感的疫情实际上是处于上升阶段哦，不过我们看到流感疫苗的打气有明显的下滑。那为了让疫苗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也为了能够带动长者的打气，我们宣布从3月5号，也就是下周2开始呢，我们会扩大这个流感疫苗公费的对象呢，到6个月以上的全民都可以来接种。疾管署估计，目前公费流感疫苗各有7万剂左右，会伫这段时间规划配送疫苗到各县市，也予目前库存量较少的县市通补到额，呼吁民众会当去做疫苗，提升保护力。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健保署公布上新的药价调整，这健保会当减少支出55亿3千万。不过药界嘛烦恼过，因为健保药价这台计数有9成拢是上市较久的药啊。未来恐惊会造成有一寡药厂会退出台湾的市场，害这慢性病患者无药通食。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这影响应该无遮严重，因为以今年55亿来看，这调整要算是较少的。
健保署公布上新的药价调整，今年拢总有4568项药品的价格有变动，其中调降4551项，调升17项。药价降上济前3名是心脏血管、神经系统、全身性抗感染剂用药。新药价会伫4月7日正式实施。所谓3高跟慢性疾病的用药，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做所谓太大的幅度的一个变动。还是要保障医生的用药的权利，以及要考量到民众用药的品质。来做进一步用药品项目来看，健保药价降上济是治疗大肠直肠癌的药治加静脉输注浓缩液，调整的幅度达到35%。黏癌治疗用药来给乳膜一定调降2成8。强生苗地位药粒调整的幅度嘛达到27%。健保署表示，剩落来的药费用伫新药啊、新科技，按过药价嘛烦恼。健保药价降价90%拢是老药啊，未来恐惊会造成部分药厂退出台湾市场，影响到慢性病患用药的权益。这个压力在这些慢性病的用药上，其实对社区药局甚至是医院在采购上面来说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可能未来在半年、1年内，通常这些受到砍药价影响的药厂，可能就会评估是否要续留，或者是要退出台湾。如果说可替代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通常就不会在价格上面给它太低，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整。那以今年55亿来讲的话，应该是历年来算是比较少的。试水员表示，所讲的降药价是当年做药价调查，有一寡是药的专利期过啊，药价当然会降价。当然有一寡是老药的介绍也会重新调整，拢会考虑到药在临床的替代性如何。若做药厂认为药价降价无合理，会当加健保署申复。记者综合报道。由文化部指导团艺中心主办的162次歌音乐剧，是歌戏的大跳孙翠凤甲邓碧云主演。这出戏是咧讲400年前荷兰人来台湾的历史故事。一个拜6礼拜要伫台湾台南演出，即马当咧总彩排，咱连线互台语台记者郑依辉，带咱来看现场的状况。是目前记者所在位置，就是伫大台南会展中心。咱呢，即马伫我后壁，就是162次大型歌戏音乐剧的总彩排。今年是台南建社400档，透过这出戏为台南建社400档的活动起鼓。这出戏是由歌戏2大名车孙翠凤甲邓碧云共同主演，因分别扮作郑芝龙甲荷兰人，讲出过去荷兰人来台湾发生的故事。咱即马就来听看麦导演李小平分享故事理念。耗费的资源，各位有目共睹。只有一个心愿，想要留一个台湾可以见证到的历史事件，来对应这个400年留给我们的一些处境。这出162次台前幕后动员500人，2大歌戏名车孙翠凤甲邓碧云头一摆伫户外港台演对手戏，演出迄当时荷兰人哈切郑芝龙参观著名等等无共族群发生的故事，用台湾的歌戏演出台湾的故事，带观众朋友先来欣赏彩排精彩演出。为着扮演17世纪紧张刺激的大航太时代，演出时间是150分钟，中间拢无休困。162次大型歌戏音乐剧，于是2、5、2天暗时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演出，现场安排2卖位置，会当免费欣赏。公司台语台这2天拢有网络的直播，24会伫电视直播，这回回顾400年前台湾历史的盛世。以上是记者钟义辉、邱昭勇伫台南的现场连续报道，甲时间交予主播。台北国际册展会一直展到礼拜7天2月25。为着要让囡仔接触台语，这公司台语台嘛伫儿童主题馆办活动，现场有 DIY 动手做物件，佮有用台语讲故事。为这个影片出来到外口，我要熟悉佮较侪小朋友，甲因分享台语、讲台语。今仔日的故事呢，是要讲海菜的故事，互小朋友伫这个听故事、算故事的元素内底，会当学到正统的台语，甲咱的台语文化，甲继续传落去。
台语台节目主持人来到册顶儿童馆，用台语讲海贼的故事。囡仔位点边啊是拢听甲一迷，因为今年是荷兰人来台湾满400档，所以这摆儿童馆以航海冒险做主题。拜六礼拜，台语台伫儿童馆，阁有人气洋仔的表演 ，DIY 用台语讲故事，希望让囡仔会当接触台语，接讲母语。来看棒球的球星彭正敏恰恰，伊伫球场拍拼故事，即马互人画做网架。3月初，就要伫文策院的网站连载。今仔日伫台北国际册展办发表会，彭正敏嘛伫现场，甲大家分享伊细汉的时是安怎为吊车尾上尾一名，拼到今仔日的成就。恰哥彭正敏。恰哥，请坐这边。国民棒球球星彭正敏恰恰上台，就侪侪观众抢咧翕相，通看出彭正敏就算已经无咧讲球，也是高人气。彭正敏棒球人生的故事，在了几年前出版做自传，现主是出版社参文策院合作，被推出网架。退休之后，那自己也常在跑基层。有些家长会跟我提到说，他们很喜欢棒球，很热爱棒球，可是有些小朋友并没有那么爱喜爱，他们看不懂。我就透过漫画的呈现，我反而可以让小朋友、让家长们可以解释棒球，跟让小朋友更了解棒球。怎么样传承，也是我们身为棒球人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摆要出版的网架，甲彭正敏伫球场上请赢的无样无同，是以彭正敏求学阶段为主题，让大家知影彭正敏毋是自细汉就排头名，是为上尾名豆豆拼到现主时的成绩。最有感触就是他阿嬷说要打就不要放弃。我就想说，他吊车尾吊很多年，你吊车尾你只能做2件事，就是拔草跟打杂而已这样。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一般这个时候早就放弃了，那他竟然就这样一直待下去。这本以彭正敏为主角的网架，3月初就会伫文策院的 CCC 本土网架网站推出连载。说来去也拍算出版实体册，目前计划正在进行当中。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高雄黄色阿米亚是介高水，最近是成济游客去行打，到达已经成将近740万人去参观啊。高雄市青年局就趁机会，要伫展期结束之前办塑胶阿米亚的游水比赛，这个活动嘛引起民众的讨论。高雄市青年局举办塑胶阿米亚游水比赛，会有15000只阿米亚一派比赛。不过，就有环保团体惊讲，这比赛比煞，这塑胶阿米亚就会变做海洋垃圾。针对这个记录，青年局是挂保证，讲有设烂早的线道，工作船会去河。按照这15000只阿米亚，一定会全部收倒转来，一只都袂漏到去。来看高雄有一个查甫人骑机车，头前煞牵4只狗仔伫路里走，另外阁有1只狗仔是徛伫后座，看起来是真危险。动保处表示，这已经是违反动保法。警方嘛讲，虽然无接到检举，不过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会依法来处分。有那雪橇的概念吧。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伫3道1路往卫武营方向咧骑，有4只狗互伊牵伫头前一直咧走，另外阁有1只狗骑伫奥多摆的后壁，民众看到拢感觉真惊吓。依动保法第5条第2项第7款的规定，事主不得以汽机车牵引宠物。所谓本案将依民众所提供的资证据来清查车主，就是我们所谓的事主，并确认犬只是否遭到了伤害。这种行为有当时伫车路边会当看到，动保处讲这已经涉嫌虐待动物。动保法有明确规定，袂当用奥多摆牵狗啊，或者是猫啊。另外，这个查甫人的行为也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涉嫌放任宠物伫车路里走，妨害交通。这奥多摆载狗啊，载物件无依照规定，相当会当罚2400块。晓得他会这样呢，因为我看他平常是没有看到骑车，他是直接都是。签的对，有帮他签。行驶可是很方便啊。如果要去远的地方的话，如果在附近的话，还是用签的。搁再登到现场，有民众讲，这个查甫人差不多逐工拢会出现，嘛知影伊照顾的拢是流浪狗，不过违法事实明确，相关单位也是会依法开罚。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彰化市延平公园的地下停车场，伫今年2月初正式启用，提供300个停车位，阁有游乐器材。
有袂少家长拢会带囡仔来遮耍，不过民众反映讲，会当炸一个所在实在是伤少啊。若是热人要来遮耍，恐惊是会挡袂掉。公园内有出溜笼、溜索啊，各种的游乐器材，囡仔人参加喙笑、目笑。精湛基础建设计划的彰化市延平公园地下停车场，时间2年，伫今年2月正式启用。逐日拢有袂少人来公园散步佚佗，但是有民众反映，会当炸一个所在伤少啊。设备了袂歹，真好，啊，毋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树荫太少。热人的时阵，可能这时阵无法度来佚佗。夏天去哪里都一样，所以我也不会想来这边。夏天每个公园都一样啊。除了无树通休凉，电动停车格互一般轿车占用，嘛有民众反映游乐器材的防护措施无够，对囡仔较危险。相关单位嘛到现场了解状况。一寡较悬的所在，伊下骹就要铺一寡较软的这种地垫。啊，透过这地垫，和囡仔人在耍的时阵会当安全。因为我们公园上面是公所的权责我们会请公所来一一的研究考量，看纳入权责，然后包含地下室的部分是停车场的部分是交通处所管养的部分我们也会请交通处在研议在追踪一些办理一些相关的措施等等。关府工务处表示，会赶紧增加游乐设施的保护措施，其他炸一个设计停车场的部分，牵涉到无同的权责单位，会整理民众反映的意见，甲市公所、交通处等部门研究如何调整这欠点。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嘉义大南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嘉义南华大学配合大南镇建南里拍一出大南风华录的文史纪录片。希望透过影片，让大南过去的历史会当完整保留落来。记录嘉义县大南镇吉林社区发展历史的纪录片《大南风华录》入选嘉义市的国际纪录片影展，为着让大南的民众先看到内容，计划主持团队的南华大学先到大南的万国戏院来放送。这部片拍出来会当陆续在播放，我大概了解，咱以前大南不是没有人潮，是真的非常繁荣。希望讲大家共同努力努力，让咱大南越来越好。当军是一个前镇长，或者有甘德清，伊带动伊用娱乐文化，甲阮带动这个经济发展所以阮敢若阮去遐算讲讲到这大家嘛是想讲紧来拍，会使留一个记录，予咱的子孙。南华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调查大南新都女社营造背景的时阵，发现大南车头周边特有的酒家文化，为着要把这段历史记录落来，南华大学甲社区合作，透过记录甲演出的方式来讲大南40-50年前的故事。即摆就爱互遮少年啊，知影少年呢知影讲较早过去40年前艰苦即摆咱大南都已经开始有进步。因去调查讲不管是旅社酒店以前的行李，甚至讲请的人为什么要来大南这其实对这个大南未来咱若要针对文化甲历史去做一个特色的发展的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呢。这出影片用2年多的时间制作完成。影片当中接受访问的老大人，有的即马已经过身。南华大学表示，这出影片唔只是一个记录，嘛希望会当传承在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爱知县的国父宫赤心祭是真出名，90年来今年是头一届开放予女性参加。虽然讲是赤心祭，不过参加的民众干那烫白体，唔是规身躯拢无穿衫。那今年参加的女性当然嘛会当穿衫。现场是真闹热，草观众朋友做回来看麦。经德啊对韶音有节奏化口号展开闹热的祭典。日本爱知县潮德市的马中大鼓铃声社，日举办有千年历史的国父宫路祭。今年庆典真无同，因为这是1250年来头一届开放女性参加。女性が参加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ぜひ私もその一人として、町の盛り上げ、祭りの盛り上げに協力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参加しました。女性がこうやって新しく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やっぱり男女隔たりなく
受け入れてくださった国宮神社さんにすごく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います。お礼を言いた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高富宫炉祭是日本上出名的祭典之一，活动中会有几落百个男性烫肉体，跟若下白色腰部参加仪式。拜是头一届开放7组，差不多100个女性加入，因穿祭典的服装，跟祭祀用的笛啊献给神社，来祈求平安。较早这种仪式全部拢是男性参加的。もう皆さんで楽しいお祭り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が神様も一番喜ばれ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みんなで盛り上げ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日本演过部分祭典禁止女性参加，社会嘛无鼓励女性加入。不过因为个人化人员不足，国家社会观念渐渐改变，传统祭典嘛爱对着时代。不过高富宫炉祭最高点的活动，几落百人烧钱要望新郎，通得到好运的部分，也是和男性参加。高富宫表示，因为活动中会有真侪身体接触，也是无方便完全开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19度，中部地区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8度。东部地区15度到25度，外岛地区8度到19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